老师，我问你哦，你感觉讲一出戏出较重要，还是导演较重要？当然是导演较重要，你无迄个导演，就互咱戏嘛做袂好啊。导演足重要呢。我感觉两项拢重要。迄个无好的剧本吼，你外口导嘛有路用。爱编剧。对啊，爱有好的编剧，家己编好的戏出来，你毋才有法度通好导好。若这迄剧本足厚的啊，你较导嘛导袂好啊。这个剧本会底蕴演员。我会记你古早吼，伫迄个电视的时阵吼，咧写剧本吼，就是迄个特产。伊剧本吼，你特别写吼，毋是遐简单，写歌戏剧本甲普通的即个连续剧的剧本有较无共款，困难度较悬。伊爱知影讲杜马安怎唱，七字啊安怎唱，一定爱有拼制吼，有拼制伊才唱会落句嘛。啊，我知影即个特产，伊一个写剧本，迄阵啊演员是足济嘛。伊一个编剧的人吼，写了拢袂记。我知影伊吼咧写的所在吼，迄所有较大牌的演员吼，伊拢会大点伊的壁顶遐。伊即马安尼写，伊就回头起来看讲，即个谁做的？即个人吼，伊的特色是啥物？伊唱正好唱，伊就会加写一寡互伊唱。啊是讲即个人吼，伊武功正好，伊就会加写一寡互伊拍舞的。吼，较早电视有时啊拢做20几集，连续的嘛，连续的。啊，伊若写到遐，伊就讲啊，即个什么人做，这伊做的较好，啊，伊就甲写好。啊，所以吼，戏会愈做愈好。像我有做过东美云的啦吼，啊何老啦吼，啊咱最近东美云拢陈建新写的，吼，伊就会针对演员就会写戏，啊，伊佫本身佫会唱。对，写剧本的人真正足重要。对啊，袂晓唱的人吼，根本写歌足歹唱，无拼制，吼，要唱国语也袂用的，唱台语也袂用的。无押韵啦。嘿啊，无押韵。啊，那健身吼是会好多是吼，嘿，少年人。对啊，对啊。很不错啦吼。啊，恁伫咧艺下，你安尼，你讲咧编剧拢是恁老师嘛？因为若是即个设计啦。设计拢是阮老师，比如讲一出古装剧，伊拢设计好啊。但是即个唱念部分伊袂晓啊，伊就爱叫人会晓唱念的人来看阮的剧，吼，啊，阮才甲介绍讲，即段是啥物意思，要念啥物意思，安尼。较早即个编剧就拢是阮老爸咧写。哦。就譬如讲一出王宝钏，吼。啊，王宝钏出来就是要抛绣球，啊，伊就请王宝钏唱的歌词。你爱甲解说，有时阮爸伫厝诶咧编的时阵啊无伫就敲电话来，啊，你这段接落是安怎，我就甲解说，解说爱照我度写。啊，恁亲像讲，咱伫咧做歌戏，咱来讲哦，咱今仔日要做即出就是三碧英台，哦，做柳燕娘，也是讲啥物？迄个汉江湾，啊，亲像恁的艺下的时阵，恁敢有一定讲即出啥物会，即出啥物会有即个戏剧的名？阮进前舞蹈吼，阮的舞蹈部分，阮有舞蹈的名。比如讲，阮开幕，阮会有较好听，吼，锦绣天堂，吼，啊是花好月圆安尼，阮会好。每一块舞蹈拢有名。哦。啊，你有古装剧就固定的嘛，树顶山含梨花嘛。吼，啊是王宝钏四平贵，这就一定固定爱互迄种名，迄名袂变。老戏出也是较受欢迎。你看，咱艺下伫咧做，伊嘛是拢做，吼。阮拢无身边的啦。嘿，拢无身边的啊，也是拢做遐。就写段啦，明丘里靠倒万里长城啦，吼，玉东村啦，金玉楼啦，棒打薄情人啦，吼，啊，拢是即种。有名出来，即种的较受欢迎啦，较受欢迎吼。这戏真浅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大家拢看有诶嘛。啊，在伫卖画诶时代，嘛是共款，嘛是爱唱爱做即种戏出吼，较吸引人。啊，电台伊就乌白做啊啦，吼，
传统戏伊嘛做啦吼，身边的伊嘛做啦吼，都较是要用讲义的，迄就身边的啊。嘿啊嘿啊，伊都时间都一定的，一天8点钟久，你要生遐济戏出通做，你一定都是爱有一寡用讲的嘛，家己用编的嘛，啊较无真错，啊再用唱歌来拖，迄都爱靠你北来咯。亲像讲导演今仔日排戏出来你做，即寡即场要互你做半点钟，你爱甲我做半点钟，你伤早结束，你会互导演骂呢。讲啊，你若遐紧就结束，我要摕遐济物件来互你做，吼，所以你爱北来。恁拢做舞台剧吼，啊，较有一寡戏迷会送物件啦，啥啦，啊，亲像有电视吼，都较无安尼。对啦，因为你无甲观众接触嘛，接触你就无法度接受即个物件。亲像我甲刘青迄阵啊，咧做秀吼，电视若下档的时阵哦，做秀一档都赚几啊10万嘛吼，有戏迷就会安尼啦。可比讲，知影讲，阮要去做吼，伊会走去看，咱拢爱困家己啊，食家己嘛，若做秀拢安尼嘛吼。伊会规个饭店的钱，一礼拜的钱，拢甲你6万，啊，搁甲你吩咐饭店讲，逐工摕去互因食，安尼，拢总甲你6万，有安尼。啊，我去香港的时阵嘛，有拄着一个观众足好个，啊，足爱看我。嘿。吼，敲电话甲阮头家讲，伊要请小米食饭。阮头家甲应讲，会使啊，你要请小米食饭会使，全团拢爱请，因为阮是团体生活。伊讲好，无问题，吼。啊，我要送小米一卡酸啊，伊讲可以啊，也是一样啊，每个人都要送啊。伊嘛是讲好，我拢送，但是我较大粒，因较细粒。嘛是酸啊啦。嘛是酸啊啦，总1分的安尼啦。哦，恁迄阵啊吼，有影轰动武林行动漫教，连我都足爱看，连我都足爱看的啦。有影若听着讲艺下吼，哦，恁爸爸吼，若恁来台北做吼，恁爸爸就阮厝安尼。咱迄阵啊，若会袂晓想讲，啊，你若毋去共捧场，安尼干那要叫人互你票安尼哦。迄阵足贵的，要看艺下，真正看袂起呢。有影咧，迄阵啊，阮食头路，我一个月才趁2000咧。我做主角安尼。嘿啊，2000嘛无偌济啊。2000啊，恁迄阵啊，一张票拢爱800。迄是乌市票。嘿啊。黄牛票才有遐济，啊若但是实买是250呢。哦，迄看会起，啊，拢嘛差恁爸爸。小明啊，恁小妹要来做诶，带阮来看啦，安尼啊。对啊，我著几工仔，阮后爸著，你当时佫甲我订5张啊，即我佫加几工，阮拢台北拢做几个月啊，佫当时6张啊，拢嘛安尼。咱即台电脑，咱迄阵啊较无熟悉吼，我熟悉顶台恁爸爸，阮著足熟诶嘛。啊，像阮姐姐著甲恁妈妈足熟诶，足熟。捌带过共班。对。阮姐姐敢若叫恁妈妈叫阿珍哦。阿珍啊，是哦，妈妈做阿珍啊嘛。啊，阮妈妈偌好，都这个都捌讲啊。因为阮妈妈要出场，拢一定固定唱一段日本歌嘛。Bésame mucho。阮妈妈偌好，做Bésame啦。嘿啊，讲阮姐姐嘛讲，逐个拢叫Bésame。啊，迄阵啊吼，在姐姐个年代迄阵啊，因拢是行乌皮啦。乌皮拉戏，可能观众听较无。乌皮拉就是较新潮的啦，较现代啦。现代新潮的啦。现代啦，都也有唱流行歌啦。对。可比讲若明仔载吼，要做啥物预告啦吼，伊就讲演说，爱一个出来演说，上尾啊，拢爱较大叫的出来演说嘛吼。演说讲明仔载要哪，我讲明仔载要真水湖景，迄都拢客阮啦。啊，真水湖景哦，在咱即马想讲啊，这足浪漫的，讲安尼，就安尼客袂过，安尼灌者水桶几桶去店楼顶安尼钻安尼吼，啊，就有人咧阿花迄安尼钻。嘿啊，插几丛啊金蕉树啊去菜店的舞台顶，啊，倒去舞出都安尼啪啪。
哦，安尼就足歹我会记啊！得我细汉时，阮妈妈拢买工拢做新剧，我有甲问讲是安怎来买工拢爱做这现代的？伊讲啊，你毋免扮古装啊，你咧想较紧。我阁有印象伊安尼甲我讲。